玄烨呀，玄烨，没想到你如此小瞧我鳌拜，像你这般狂妄无知，又怎守得住我大清的江山呢？好，那老夫就先送你去见先帝，再另立新君吧。皇上！你们这些不羞未干的小儿，就想拿下老夫，天大的笑话！李德福，这让你准备的东西你备好了吗？回皇上，奴才岂敢抗旨？奴才确实在茶里下了内力散，奴才也不知道为何会失去效果啊！玄烨，老夫早就知道你要对老夫下手，还能不事先做些准备吗？告诉你，在来之前，老夫就预先服下了能解百毒的辟邪丹了。